去年因为这鸡卵欠货计数是起真济，最近因为卵伤过济啊，计数就开始直直放。卵商工会今仔日就宣布讲，这两个搁再落3块，产地计数一斤是降到21块半。也若这挂价对明仔载开始是降到一斤是34变做31块，是这4年来上届嘅数量。也若这饲鸡协会和农民也拢批评这农业部，讲这农业部拢无伫咧管控这进口做种的鸡的总数量。农业部也表示讲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消费者最近是无被遐济，到寒天时啊就会改善咯。民众到市场买鸡卵，一买就是一大箩啊。讲即卖的鸡卵有影真俗。现在什么都涨，只有鸡蛋它有降，我还觉得蛮惊讶，我们的用量还蛮大的。但换新的计数，白卵一袋斤是29块，比去年在欠卵的时，每袋斤85块是天差地。不过头家讲，计数虽然落真济，煞无真济人在抢买。不管是天气热还是怎样，买气也是差呢。就是买鸡场它才会一直降啊。因为供给鸡贵需求，台北市两商工会15宣布，两价搁再落3块，产地价每袋斤降到21.5块，挂价16开始，每袋斤对34块降到31块，两价是创4年以来上低。那上新的鸡卵产销资讯显示，每天鸡卵产量12.5万箱，已经超过个人每天所需要的12万箱。每天鸡产5,000箱，大约100万粒的鸡卵，产销已经出问题。饲鸡协会认为讲，是因为农业部去年大量增加进口配种的鸡有关系。农业部的，就是咧惊讲测蛋的时，伊唔知系各工鸡，准目前啦，33万只啦。啊，你若想一天啊33万只就出来，要死人呢。鸡啊，蛋鸡这个畜牧登记证拜托管区拢暂时，包括更新的拢暂时紧冻掉中华农民表示，进口配种鸡检出来了后，造成生卵的鸡伤济，而且生伤济卵，应该补助换掉进口的配种鸡。农业部是讲，两价的是和民众需求减少有关系。今年冬天有禽流感，你需求的时候，你把种鸡都杀掉、淘汰掉，一下子想要有新的小鸡、种鸡也来不及。种鸡这边也要配合在减量。目前的状况纯粹都是消费市场比较萎靡。农业部表示，早在今年7月就换掉生意较少的鸡母，数量超过220万只，也超过目标。也建议配种鸡的业者家己调节生产的数量，产量上济情形，伫冬天了后，民众需求增加就会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